这一箱内底总共500份，拢是饭店爱心制作的青草，由总经理郭哲福带领亲自送来店边，要甲辛苦医护人员加油打气。市长吴伟霆嘛亲自到场见证，会长院长杨延光代表接受。南科赞美酒店它是一个非常有社会责任感跟爱心的企业界他来给我们充满爱心的部立台南医院的所有的医护人员一顿丰盛的佳肴。平常我们的医护人员都非常辛苦，大家都匆忙忙3口拼做2口，一下子就吃完，吃便当，吃很简单的这个午餐食那也顾不得营养过这个美味了。但是我们南科赞美酒店他们就很帮忙，一方面把他们许多精心大厨精心这个制作的餐点跟加油很豪华的这个美食澎湃的美食，一方面为了表示对我们医护人员的加油打气支持感谢之意，所以说就送来我们这个部立台南医院，让所有的这个辛苦的医护同仁都能有享用到一顿非常这个可以说好的这个餐食。那其实社会大众都是我们医护人最大的后盾，我们不仅仅是同岛一命，也是同市一命，所有台南市的市民都支持我们所有医护人员。谢谢赞美酒店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支持跟美食我想我代表我们台南医院还有我们的新华婚宴，再次的感谢台南市民对我们的支持。那在各个防疫当中，我相信我们会更认真的把我们应该做的工作做好。谢谢大家。根据了解，这波疫情，和原本婚宴的订单拢被迫取消，所以饭店特别将预订好的顶级食材做成便当，感谢第一线守护市民健康的医护人员。上礼拜突然疫情期间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原本15号、16号，还有22号、23号这些的都是我们大日子，都是我们婚宴的大日子。那其实我们师傅在之前就已经将很多的顶级的食材都把它做好了，所以我们今天是把我们的婚宴菜色直接都把它带到我们的便当里面。所以我们今天的菜色里面有龙虾，有那个新鲜的国宴等级的算国宴等级的。那我们还有很多的乌鱼子，我们将它再把它加工之后做成乌鱼子炒饭。那还有我们的大明虾跟我们的一些的棒腿的部分，所以我们将我们的婚宴就是蛮顶级的食材全部把它融合在里面。那汤的话就是我们的佛跳墙，对，然后让我们的医护这边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物可以去补一下。那也刚好，因为毕竟这些菜营养跟美味兼备，是没错。餐饮伫饭店烹饪的角色相当要紧，受疫情的冲击，实在无浪费来做爱心，值得肯定。但新闻君及张硕维采访报道。